今日立法院大條審查娛樂稅法修正草案調野達成共識，初步審查通過這電影呢，職業性歌唱、舞蹈，還有戲劇，還有這音樂表演等等呢，是唔免扣娛樂稅。啊，那民眾上界要義就是講，免扣稅了後，這票價敢會變較俗嘅。舞台頂魔術師佇咧表演，大概觀眾看甲一直拍破啊畫好，神奇的表演大家攏愛看。因過辦活動的團隊講，若是辦賣票的活動，成本就包括娛樂稅，互因正頭痛。對，比如說我今天可以把汽車變出來，但我因為要壓低成本，我可能只能變摩托車。我們繳了稅，但我們看不到就是有其他實質上的回饋，比如說會有補助啦。娛樂稅法是唔是被廢掉？已經討論幾多年啊！15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一條一條審查娛樂稅法修正草案，上面共識是電影、職業性歌唱、公主、舞蹈、馬戲、魔術、技藝表演，一個夜總會等表演，一個戲劇、音樂演奏加非職業性歌唱、舞蹈各種競技比賽，初審通過免繳娛樂稅。就長期來講，娛樂稅其實應該還是要廢除的。有些縣市認為說，這個娛樂稅對於這個地方稅來講很重要，那就由地方自主來做處理。哦，那其實這個財劃法修完之後，地方的財稅也增加很多了。課徵的場所啊、設施或者活動，早就已經是我們民眾日常娛樂的休閒項目了，並非全然都是奢侈或者是費用高的活動。來看六都區的娛樂稅，台北市113年淨額2.88億，佔稅收總額0.36%；新北市3.54億，佔比0.53%；台中市2.12億，佔0.46%；高雄2.6億，佔0.57%，都無到1%。有些縣市那是會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的。那這個部分呢，中央應該比照以往就是修法的時候呢，如果有涉及地方稅收損失的話，中央應予補足這樣的一個慣例。學者講，以前娛樂稅是規定民眾納，業者代收。若是免繳娛樂稅，業者就無理由擱代收，計數也應該做調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